陆陆仔进前，面拍伫地里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未做得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。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就来学生遐看见因伫困，甲彼得讲：安怎样？你袂话甲我警醒半时久啊？着警醒，着祈祷，免得入伫迷惑，心神甘愿。若是肉体软者，第二摆搁去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，的确着我啉伊，就愿你的旨意得成。搁再来看见因又伫困，因为因的目睭涩，离开因搁去。第三摆祈祷，也是讲遐的话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。题目是耶稣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无论什款信仰的宗教徒，拢会去按因所信的神明祈祷。因祈祷的内容嘛差不多，亲像食头路的，会去为着事业、为着钱财去拜拜；是大人会为着全家大细点光明灯来求健康平安。要考试的考生会将伊的准考证压伫即个管考试的神的桌仔顶。要求婚姻呢，会去拜月老。这个神明各司其职，所以信徒会当按照家己的需要去找无共款的神明。但是咱基督徒拢知，咱信的上帝，毋是即个世间正神明中间的一位，伊是上权位置的上帝。伊创造，伊掌管，万物拢属伫伊。所以咱基督徒毋免四界拜，咱只要按即位上帝来祈祷。咱所想的，咱需要的，伊拢会赏赐互咱。所以咱非常的幸福，咱只要找一位上帝，就万事妥当。但是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检也甲遐个宗教徒共款，是不断为着家己所想要爱的祈祷，得到上帝应允的。其实咱根本毋免为着遮个代志挂虑，因为伫马太福音第6章，耶稣有讲。恁毋通为着食、穿、用伫挂虑，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恁的天父也知，遮个拢是恁欠用的。另外，咱嘛毋通想讲，咱加讲几摆就一定会得着，因为耶稣嘛讲，恁祈祷的时，话无得豆豆动，亲像外邦人，因为因拍算讲侪侪话，才得着听见。所以恁无得学因，因为恁未求伊的大声，恁的爸已经知恁所欠用的。这经文拢甲咱讲，咱所需要的，上帝早就知影，所以咱根本无需要为着咱日常生活、食、穿、用伫遐来挂虑。但是你可能嘛会讲，咱的圣经毋是嘛讲，咱若求就会得着吗？一句咱常常会讲的经文是讲，祈祷的时，既然恁所求的，信就得着。圣经毋是安尼讲吗？但是圣经咱袂当摕来按照家己的意思随便用。伫即段恁祈祷无论求甚物，只要信就得着的即段的教导，即段经文是夹伫两段经文的中间。即段经文的头前是耶稣命令一桩无花果树高达。后面接的是法利赛人伫遐怀疑耶稣的权柄是对倒位来，所以耶稣直接要表达的，毋是讲咱会当靠家己的祈祷来满足咱家己的心愿，也是满足咱家己的计划。耶稣提醒的是，咱的祈祷是爱尊敬上帝的主权，因为耶稣拢会当互一丛无花果树高达，伊佫有啥物是袂当做的。另外，这段恁祈祷无论求甚物，只要相信就会得到。伫马可福音嘛有，这个马可福音下面接的是讲，咱伫祈祷的时，若想起讲兄弟甲咱中间无和谐，有无爽快的所在，咱就爱停止祈祷，先去赦免伊，才通转来继续祈祷。所以对遮嘛会当看出，佮祈祷的时，既然恁所求的信就得到。这毋是讲我家己好就好，伫基督内面，咱嘛爱注重伫信仰团体内面的实践，甲对其他集体的责任。
所以虽然耶稣有互咱有安尼基督的权柄，互咱会当随时来到上帝面前，但是千万毋通袂记得，基督毋是讨物件，基督毋是交换条件，基督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既然是关系，就会有往来。创造的上帝来到咱的基督内面，听咱的基督，咱往的就是咱交出去的，是咱的诚实，咱的谦卑。因为若无诚实的心，等于是伫亵渎圣洁的上帝；若无谦卑的态度，咱嘛无法度伫上帝面前全部来讲出咱的罪恶、咱内心的忧闷。所以伫基督的时，咱也非常真实来面对咱家己甲上帝迄个关系。到底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敢有你想的遐尔啊亲密的？伫今仔日这段经文，是耶稣特别奉掠进前所发生的代志，嘛是咱非常熟的克西马尼园的祈祷。耶稣有带3个学生甲伊做伙去祈祷，但是耶稣原本有12个学生，伊12个中间敢若带3个甲伊做伙去，这表示这3个人甲伊平常时是较密切的关系。这3个人中间有一位是彼得。彼得这个人的个性，咱若看圣经就淡薄理解。伊真勇敢，但是伊讲话定定无经过头壳的思考。伫因到伫克西马尼园进前，是耶稣甲伊12个学生做伙食搬过节的暗顿。食饭的时气氛非常的好，所以彼得真实一来就讲：我就若甲你死，也决断无毋认你。哦，这讲得非常的水气。伊自认甲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好，好到愿意伊甲耶稣做伙去死。但是伫克西马尼园的内面咧，咱看见彼得甲伊的2个同伴，较伫耶稣祈祷的时，困甲呼噜呼噜叫。兄弟姊妹，学生的反应就是咱的境界。伫平安，伫你真顺利的时，咱拢自认甲上帝关系无问题，真好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的灵性敢有可能是咧困咧？这物件别人看袂出来，但是伫咱的祈祷内面，较完全显露出来。因为咱伫上帝面前是完全无法度安全的。一个无灵性的祈祷，毋是讲咱的祈祷内面无加上一寡圣经节。嘛，毋是讲咱的祈祷内面无加上一寡听起来真有学问的话。即个无灵性的祈祷是讲，嘛毋是讲咱敢会晓用方言伫遐来祈祷。即个属灵的祈祷是讲，咱敢用诚实、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，讲出咱对上帝的心意，甲咱所有的想法，甚至是真负面的想法。我相信有真侪基督徒毋敢讲出负面的想法，认为讲我安尼伫上帝面前实在太无敬虔啦，真无属灵。但是报喜不报忧，这剑是上帝所爱的。所以今仔日咱对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内面的祈祷，咱搁一届来学祈祷。对搬过节的引导，到伫克西马尼园。咱看见耶稣是渐渐行往奉掠受杀。面对特别来的危险，耶稣的反应是甚物咧？圣经甲咱讲，伊是忧闷惨切。伊的动作是甚物咧？伊面趴伫地里。真奇怪，耶稣毋是神吗？哪会有即种甲人共款的反应咧？无毋对，耶稣是上帝。但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界，所以耶稣嘛是完全的人，伊甲咱同款有逐样的情绪，甲逐样的感受。伫这个翻译是讲忧闷惨切，无啥会当完全来表达原文迄种真悲伤的程度。所以咱配合其他的福音册的描写，来试想耶稣当时的心情。伫马可福音14章34节，耶稣有伊的学生描写伊当时的心情是讲：我的心真忧闷到要死。另外，伫路加福音22章44节有讲：
耶稣苦痛到极，祈祷若迫切，伊的肝是亲像大点火滴落地。兄弟姊妹，咱是祈祷到会困去，但是耶稣祈祷到会流汗，这个肝佫亲像人真严重受伤的时，会一滴一滴滴落地，遐尔啊大滴的共款，滴伫涂骹。这咱看出讲，伊祈祷的时，耶稣的内心是非常的焦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忧闷，耶稣毋是悠悠啊闷，毋是伫遐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迄种的闷，伊是真痛苦、忧伤到极、得要死的迄种忧闷。但是耶稣为什么需要忧闷呢？为什么耶稣会遐尔痛苦到要死呢？伊毋是上帝的囝吗？伊毋是会当行神业吗？甚至耶稣嘛甲学生讲，伊死了后会阁活。既然会阁活，十字架暂时的痛苦对伊来讲，应该无算做是啥物吧？但是，互耶稣忧伤痛苦的，毋是讲伊知影伊要伫面对即个十字架，伊爱去忍受十字架，互顶伫身躯迄种肉体的痛苦。耶稣搁较知影的是，伊面对的是上帝的公义。甲魔鬼的关系，良善甲邪恶中间的迄个竞争。耶稣是人子，但是即个身份嘛无互伊会当避免即个痛苦。这嘛搁一摆甲咱讲，咱活伫世间是无可能会当避免即种互咱忧伤到要死的痛苦，无一个人会当避免。但是耶稣选择伫艰难得要来临的时，伊是来到上帝面前，伊毋是秘伫，伊是诚实向上帝讲出伊内心上真实的想法。咱中间若有真爱古典音乐兄弟姊妹，可能有听过肖邦的升 C 小调幻想曲。咱听这首乐曲是一首真流畅的乐曲。但是肖邦捌甲伊的朋友讲，伫伊即首乐曲的内面，拢是忧伤、愁烦。伊感觉讲真忧伤，非常的烦。但是一个忧伤的人，哪有可能会当做出即种真轻快、流畅的乐曲呢？一直到肖邦向上帝祈祷，当伊祈祷了后，一切就改变了。所以咱今仔日听到的即个升 C 小调，即个幻想曲，是一首真轻快、非常美妙的一个乐曲。耶稣伫黑暗中行往客西马尼园，但是伊行出来时，确实一片的光明，就亲像肖邦向上帝祈祷了后共款。即个光明，耶稣所面对的光明，毋是讲伊的危险拢消失啊。因为咱知影，等伫客西马尼园外面的，是一群摕刀要来掠伊的人。但是耶稣伫祈祷了后，伊有光明，即个光明伫伊的内心，因为伊已经甲上帝对话。伫迄种真密切的关系内面，耶稣的忧伤，互上帝完全医治。伫迄个看起来是魔鬼掌权的暗示，耶稣全然得胜。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嘛仰望得到即种得胜的气力呢？咱生活伫即个世界，咱定定需要甲魔鬼伫遐对战。若无上帝的帮助，咱真容易妥协，甲魔鬼徛伫同一边。所以伫上帝面前坦诚咱家己的软弱，毋是一件见笑的事，因为伫耶稣的身躯顶，咱会当看见，当伊来到上帝面前。甲上帝讲出伊所有的心意，伊软弱的心意，伊惊吓迄种心意。了后，咱看见伊得到的是勇气甲气力，互伊会当去面对迄个咱想象袂到的即个痛苦。伫即段经文内面，嘛有一个互咱会当思考的所在，就是耶稣伫客西马尼园内面的祈祷。虽然伊是带3个学生甲伊做伙去。但是伊并无邀请这3个人甲伊做伙祈祷。耶稣真奇怪，是叫因坐地，
耶稣甲因讲：恁住伫遮，甲我警醒。然后耶稣家己行较进前，路加福音讲差不多是等一块石头远的迄种的距离。然后耶稣家己趴伫遐祈祷。只有一点仔违反咱的做法，咱的想法。因为耶稣若想要家己去祈祷，伊无需要带任何人甲伊去。另外，伊已经带这三个甲伊平常时关系较亲密的学生，伊嘛会当邀请因讲：恁三个甲我做伙来祈祷。耶稣无呢，耶稣敢若叫因坐伫遐等，暗蒙蒙拢听袂着老师伫讲啥，伫祈祷啥，这是要安怎保持警醒咧？当然一无细腻就困去。另外，耶稣伫第一届祈祷所发现伊的学生困去的时，就应该将因三个叫起来，讲：来，恁三个做伙甲我祈祷，较袂困去。但是耶稣嘛无安尼吩咐，伊第二届搁去祈祷，转来看见学生困去，叫醒因，安尼的动作重复3届。重复3届，这应该是非常重要吧？第一重要就是耶稣爱学生保持警醒，因为耶稣已经讲的迄个日子已经逼近目前，迄个日子已经到啊，所以你毋通困啊。第二，伫遮嘛，互咱看见，伫哀伤痛苦的时，耶稣嘛需要人的陪伴。耶稣讲：恁踮伫遮，甲我警醒。道成肉体的上帝，竟然需要人的陪伴甲支持，这应该互咱感觉真意外吧？但是耶稣无选择天使甲伊做伴，耶稣是选择三个掠鱼的，佮真软弱的学生甲伊做伙。这互咱看出上帝伟大。上帝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伊毋是受创造的，万物是对伊创造的。哈尔啊伟大一个上帝，竟然选择用软弱、需要同伴的人的模样来到世间，为着就是要体会你我的软弱。所以，伊伫即个世间也着忍受哈尔大一个冲突，哈尔大一个矛盾。就是伊是一个神，但是伊竟然需要同伴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何等的荣幸！上帝拣选咱，成做伊的同伴。另外，咱嘛会当伫即章的50节看见讲，当犹大来寻耶稣做暗号，叫人来掠耶稣的时，耶稣安怎对犹大讲？耶稣讲：朋友啊，你要来做就做。哇！这个犹大出卖伊，但是耶稣竟然称呼伊是朋友。至高的上帝称呼咱人做伊的朋友，甚至罪人也称呼伊做朋友。但是咱遮的朋友是安怎对待伊？耶稣予犹大机会，但是犹大犹原做出选择来出卖耶稣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艰苦到要死，但是伊三个朋友确实伫遐困。伊互大祭司掠去审问的时，伊的朋友彼得较3摆毋肯承认伊捌耶稣。咱咧，耶稣看咱是朋友，毋过咱是安怎咧款待伊？有需要时才来拜托耶稣抱伊的大腿祈祷吗？无需要时歇伫边啊。耶稣跟软弱的人来成做伊的同伴，这嘛是伊留予咱的一个模范，就是咱嘛需要同伴。伫遮讲的毋是讲你唱歌、食饭、旅游的同伴，这个同伴真好找。伫遮讲的是咱信仰的同伴，是咱祈祷的同伴。伫咱信仰的过程中间，拢会起起落落，有时嘛会拄着试探，有时嘛会拄着互你艰苦到得要死的代志。但是你是一个人孤单伫面对吗？也是你嘛会亲像耶稣来做同伴，迄种来找着你属灵的同伴咧？
即个人会当伫你忧伤孤单的时，踮伫遮，甲你做伙来行过死荫的山谷。伫遮有一首咱真熟的诗歌，叫《敬拜主》。敬拜主，这是新歌颂扬一首诗歌。伊的作词作曲者是一个牧师，叫做杰克海福德。伊捌安尼分享，伊讲有一届，伊甲伊的女秘书伫办公室伫遐讨论教会事工，突然间有一个无好的念头闪过去。伫个秘书离开了后，伊马上敲电话互伊一位熟龄的同伴，嘛是一个牧师。甲伊讲，伊头拄仔所拄着迄个试探，伊请即个牧师替伊祈祷。后来，杰克海福德牧师做见证讲，若有一只鸟仔飞过，毋通互伊伫你的头壳顶伫遐来起受。兄弟姊妹，人真软弱，咱真学得靠家己来赢过试探，也是艰难。但是任何试探，拢赢袂过有同伴做伙、同心合意的祈祷。所以耶稣嘛，伫即段经文提醒咱，着警醒、着祈祷，免得入伫迷惑，身心甘愿，较若是肉体软弱。所以伫遮甲咱讲，咱爱有同伴，甲咱做伙来祈祷。咱习惯会找同伴做伙去食饭、去旅游、去做伙做真好、真快乐的代志，但是咱敢有习惯找同伴替我软弱，我忍受的试探，我拄着迄个试探来祈祷咧？耶稣做真好的模范。搁来，咱看见耶稣伫即段经文内面有3摆祈祷，伊内容拢差不多，就是讲我的爸啊，若会做得。就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我的爸啊，即个杯若袂得离开我，的确着我啉伊，就愿你的旨意得成。耶稣3届祈祷内容拢是差不多。伊伫遐恳求主讲，若有可能，歹势，拜托的，即个杯毋通临到我，但是若是主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来啉即个杯。耶稣所讲的即个杯，就是要来的即个苦难甲即个死亡。为什么会讲杯咧？咱拢听过福杯满溢，福杯满溢。上帝要互人的福气，亲像甜酒甜到即个杯仔内面，然后满出来共款。但是上帝的生气嘛，亲像甜酒伫即个杯内面。即个杯应该是咱爱啉。因为咱爱去承受迄个犯罪的代价，但是耶稣较替咱啉即个杯，替咱担当咱应该受的刑罚。毋过，即个杯敢真简单咧？咱若看圣经的描写，也是有真侪人因考古根据当时即个十字架的刑罚的描写，咱就知影即个杯实在是太痛苦啊！耶稣是先互鞭伫遐鞭拍，即个鞭的顶面有绑即个铁做的铁钩，然后伊的骹手互钉伫十字架顶，伊的手互钉伫十字架顶。这想起来就已经互咱错到讲毋知要安怎。但是耶稣伊的祈祷，伊伫遐祈求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啊，天父啊，若会做得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求你将这个除去。上帝啊，除了十字架，你有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你的心意，但是这个杯实在太痛苦啊！兄弟姊妹，除了十字架，上帝敢有其他的方法会当实现伊的旨意？当然有啊！咱毋通袂记哩，上帝是全能的。伫马可福音耶稣的祈祷的内面，咱搁较会当看见耶稣确信即点。所以伫马可福音克西马尼园内面的祈祷，耶稣是安怎讲？耶稣是讲：阿爸爸啊，你万事拢为，愿你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而且讲阿爸的发音是耶稣时代用的阿兰话。意思就是老爸，
早时的犹太人惊上帝，惊到连上帝的名嘛毋敢讲出来。但是耶稣伫伊的祈祷内面，用当时的囡仔称呼老爸的阿爸来称呼上帝，这表示伊信任上帝，就亲像囡仔信任老爸共款。伊嘛相信，虽然伊的前途看起来真黑暗，但是伊愿意顺服，上帝就一定有伊的旨意甲伊的安排。所以耶稣若是硬求上帝讲，上帝啊，这个杯我不爱啉，求你除去。上帝一定会有其他的方法。所以咱看见耶稣上特别的，就是伊接续的祈祷是讲，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比起伊要受的迄个牺牲，要受的迄个痛苦。耶稣搁较愿意的是顺服上帝的意思，所以若无克西马尼园的顺服，就无各个他世界顶的死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祈祷减也顺服。真侪人的祈祷毋是为着顺服，是想要改变上帝。亲像细汉的时，要出去佚佗前一暗的暗时，拢是祈祷讲，求上帝，互明仔载是好天气哦。哦，若真正第二天起床是好天气，哦，足欢喜的。上帝，你有听我的祈祷。但是，若歹天气，敢表示上帝无伫听咱的祈祷吗？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对咱的祈祷非常重要的提醒。祈祷毋是为着要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工具，祈祷是上帝甲咱的关系。祈祷毋是为着要互咱避开即个危险甲困难，因为连耶稣嘛爱面对安尼的困境。祈祷毋是指挥上帝照我的意思实现我的梦想，祈祷是互咱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甲计划。祈祷毋是爱上帝伫我面前展开伊对我的计划，互我看。祈祷是要互咱行远，虽然看起来是一条死路，但是咱相信上帝在引带，咱相信上帝会带咱行远，伊所为咱做迄个人生上好的计划。所以，盼望讲，咱重新来反省咱祈祷的态度，重新来思考，伫祈祷内面。是毋是真实会当来呈现我甲上帝迄个关系？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互阮有祈祷的权柄，互阮会当随时来到你的面前。总是主，阮也反省阮祈祷的态度。阮敢若想要对你讨，但是阮毋愿意甲你有关系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，帮助阮。互阮透过今仔日这段耶稣的祈祷来学习。主，当阮看见耶稣伫面对艰难、面对遐尔痛苦、忧伤的代志的时，伊来到你的面前。但是阮习惯将阮的忧伤、痛苦掩藏起来，佮掠做家己会当美的过上帝的目睭。总是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真实知影，阮所有的想法、心思念头，拢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无法度掩藏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会晓将阮所有的来交伫主你的面前，互你会当来引带，互你会当来帮咱。主总是阮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个顺服的态度。主，阮定定改变，想要改变你的意思。总是主，阮看见耶稣的祈祷，伊毋是想要改变你的意思，伊是顺服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亲像耶稣。学会晓安怎顺服，因为阮相信顺服虽然看起来是一件真艰难的代志，总是伫内面有你对阮人生的计划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